经过6年的修持一样。那么这个跟持戒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赞美的这个2句当中呢，就是有代表讲的就是6度波罗蜜那么6度波罗蜜当中布施有直接讲，精进有直接讲，但是勤它是戒律的部分。那么戒律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是有大乘菩萨的成的行持的3种戒律是律义戒，然后呢摄善法戒摄是什么意思？摄收的意思，摄收，比如说我们去寻找或者是摄收这样的一个意思，摄收善法和还有饶益有情，有这3种戒律，就是3种戒律，大乘佛教的。那么在另外还有那个3戒当中呢，就是有善乱戒，善躲善避开这样的一个难是很难遇到，我们就是怕遇到困难怕会吃官司，怕会有些痛苦比如说怕会得病怕会什么，这种就是有求实践的一些利益的这种的方面呢，就是善难劫，就是收持节律的时候，善难就是要躲避那个一些困难的，以这种想法。像比如说过去有些地方呢，就是好像出家中办了法也是不需要那个承担这种责任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在家中，然后就犯法以后呢，跑去山上出家的那种，他就是一个起心动念上面，那么只是躲避那种困难的一些事情然后为了这样去修持佛法，就是相当于这样来守节的守持戒律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赖缘戒，赖缘是什么呢？那是善缘戒，善缘就是好像就是人家赞美你，好像你就出家了，守持戒律的时候，就他觉得人家会赞美你说哇你很了不起你很清净什么等等这种。刚是为了这些的话，那就是这2种戒都是不是特别的重要的，我们就是要修持的不是这些，我们真正的修持的就是第3个，就是出离戒，那么为对时间轮回产生出离心的这样的戒，所以就这也是叫做3戒。那么这个当中，这个我们就是修持佛法的时候，平常都是说你不要那个修持那种为了善缘而修持，为了那个躲难而修持，你必须得要有对时间轮回有产生出离心，为了解脱而修持，这样是正确嘛？所以就这样，就是因为就是不管是在修持任何的这种戒律，都是必须得要有一个坚定的心、坚强的心必须得要就是那个忍耐、忍辱一切等等这样的一个修持，才是会修持圆满嘛。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又有这种的修持的方面，就相当律义戒是3戒之一嘛。然后律义戒的意思呢，就防护一切不了一切众生的这个十不善法如防恶毒一样，所有一切的十不善法都是如同就是防那个恶毒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名为叫律义戒。然后那么修持这样的一个律义戒的时候，就这个是不分什么比丘跟比丘支，什么沙弥跟沙弥尼境界女及正学女等，有7种修持，都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都是一样的，必须得要修持的这个比解脱戒。然后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我们所谓的这个戒律方面呢，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有许多的要忍辱的地方，而且是坚强的地方，而且是那个勤劳的地方。所以就是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我们这里面的所谓的勤今天呢就是必须得要了解成戒律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善尽母，善尽母是什么意思呢？善是善良的意思，尽是亲近的意思。然后母呢就是本尊入度母，这个里面前面的这个礼敬跟后面出现的这个母，这2个是每4句里面会出现的。所以那个来说到，就是要知道这是入度母然后呢，因为入度母是一个
女性的佛嘛，所以呢就是会出现母。但是这善尽这两个来说的，就是要理解，能够理解成为六度波罗蜜的结果。六度波罗蜜、五度波罗蜜，就像比如说前面出现了3度嘛，对不对？后面再会出现3度，就是6度嘛。然后后面再出现2个，就是像比如说忍辱跟那个禅定，对吧？这2个就是5度嘛。5度的结果，如果是这5度修持圆满的情况下，它的结果是什么？善尽母。善尽是什么意思？善良的善，尽是清净的净。所谓的善良跟清净，一切的根本就是来自于断除一切恶，然后能够可以在修持一切善的一个结果。那么就是经过6度波罗蜜的完整的修持成就的最后的结果是智慧。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也可以在这里就是认为这就是智慧因为在这个2句里面呢，就是并没有直接有讲什么智慧的地方。但是接下来呢，就是忍辱、禅定。那么忍辱方面，我们今天也不用特别多的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忍辱就可以了，因为时间不够。禅定我们也要知道，有禅定是禅定就可以。然后这个后面呢，就是有自在母。所以自在是什么意思呢？整个6度波罗蜜的整体它就是修持圆满成就的最后就是自在。所谓的自在是什么？皆是成为本性本性是什么？那就是法界，是智慧，是本质。所以呢，就是圆满六度波罗蜜的本尊入度目。本尊入度目的本性，也可以是因为前面有讲他的身色，然后在手持的这个莲花是他的法器，然后有些他的本性本性是什么呢？他的本性是法界本质就是只有佛才有的那么就是才会认出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质，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认出，我们没有办法在了悟，没有办法了悟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还是众生。那么我们现在还是众生我们现在有智慧，但是我们的智慧是很小很小的。那我们的本质是不是没有了？佛跟我们之间的本质是有差别吗？本质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本质能够可以完全在了悟，完全认出的就是本尊入度目。而且能够可以认出的原因是什么呢？经过6度波罗蜜，就是前面的5度从这里看，从那个布施、精进、勤劳，然后以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就修持忍辱、禅定，最后就是圆满了智慧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圆满6度般若的以这样的一个本体所以呢，这里面所讲的话，从最简单来讲的话本尊入度目，我们顶礼本尊入度目，深色是绿色，而且是非常纯净、美丽明亮就无比形容的。那么这里面都是有这个深色、绿色，然后就是有金色、黄金的金，这些都是要讲述这些。然后呢，就是有庄严手持那个乌巴拉莲花，对吧？但这个下面的2句呢，就是6度波罗蜜的这些解释，实际上就是他就是佛，就这个意思，他就是佛。所以就从更长一点、更多一点的解释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有更多的解释。但是最简单的讲的话，今天就像这么深色、绿色的这个庄严美丽的这个本尊入度目，手持乌巴拉莲花那他是谁？他就是一尊佛他的功德在哪里？功德就是什么？他就是早已经了悟法界的一个佛那么在这个当中再稍微再想一下，那他为什么这样？那前面有些布施精进、持戒
忍辱，然后禅定都圆满了，那最后肯定是佛啊！所以我们也是一定要这样去修持的话，我们也是会达到本尊如度母的见解，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Om Ganjanamaka